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外匯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5年嘅5月12號，美金已經連升3個星期，中美貿易談判有進展，令到市場對美元恢復信心。我哋認為短線美元有機會出現技術性反彈，可能上試102至103水平。但喺中線方面，聯儲局減息，資金由美國資產轉移，都有機會利淡美金。雖然日元進入短線嘅整固期，但係中長線有機會轉強。隨住聯儲局下半年減息，但係日本央行維持偏鷹嘅政策立場，貨幣政策差異都有機會利好日元，利淡美金。中線美元對日元可能向130甚至更低嘅水平邁進。我哋中線亦都睇好歐元。歐元一直係投資者輪換美國資產嘅主要受惠貨幣。自3月初以嚟，歐元相對一籃子貿易夥伴貨幣嘅貿易加權指數已經上升大約5%。隨住資金回流歐洲，預期歐元對美金大約喺1.10至到1.11水平有支持。今次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